今仔日是世界月经日，在推动月经平权的组织小红帽，因这几冬来拢会送一寡生理用品来帮助经济困难的少年查某囡仔。因也拍拼要用各种方式来改变社会的观念，希望讲会当来消除月经污名化的现象。甲适合无共流量使用的生理用品分类，再搁对照名单，详细装袋啊、装箱，远远望去超过100地的小红阿嬷要行去全台湾超过70个机构。因已经成立4年外，是台湾头一个推撒月经议题的非营利组织小红帽。每2个月会进行一届包装小红阿嬷的行动。我是学芭蕾的，所以也大部分都是女性比较多，所以就多了解、多关心一下女性。听到很多关于月经的议题，但是还想要更深入了解。个人是没有碰过卫生棉不够用的状况，但是后来发现有这样一群人是，没办法享受我理所当然的幸福，接住那些可能有点彷徨茫然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经期痛苦的人。是一个制作的过程，只讲更加了解月经散赤，进一步会当同理，并为家己开始影响身边的人。当时小红帽原来有主动展开更较侪甲社会对话机会。就算你有经期了，你还是可以拿香拜拜啊，你还是可以入庙的。小红帽透过多元管道甲媒介，希望会当消除月经较垃圾的想法，让女性生理期袂阁是大家无想要讲的话题，是会当公开讨论的重要议题。成长任务进行中。另外，小红帽嘛伫校园推广月经教育的教材，佮协助教育部推撒优先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政策。高中以下的校园为2023年8月开始，定点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。真的紧急需要生理用品的时候，可以不用这么担心。从小我们就建立一个对于月经的正向概念，这些污名啊或者是歧视也就相应的不会产生。免费的生理用品跟物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步，后面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。小红帽创办人林美讲，还佫有将一代志爱做，不过嘛表示最后的目标是希望有一天世界无佫需要小红帽，伫各方面拢会当实践月经平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